歡迎收聽小煩惱，每集解決一個你嘅小煩惱。我係主持人 Michael，呢個香港廣東話 podcast 節目，每集都會探討個人成長同人際關係議題，同你一齊從日常生活嘅小煩惱講到天南地北嘅大災問啊！今個星期咧，由於呢個 Iden 身體抱恙啊，咁就會變咗咧係由我自己咧去咧同大家做個分享咁樣嘅。諗今個禮拜嘅題目嗰陣咧，就突然間咧就醒起咧，最近有一樣係好 hit 嘅，即係突然間翻炒20幾年前都好 hit 嘅呢個爆旋陀螺啊！我細個都有玩過爆旋陀螺啦。我即係喺佢爆紅之前咧，即係講緊喺呢排係講緊全城瘋搶，個個喺度即係喺度拍晒 IG 啊 ，OK。咩要對戰啊？嗰啲 IG Reels 之前咧，咁前幾年咧，咁我去即係玩一啲 TCG 嘅時候咧，都發現咧唔少嘅即係玩家都會係即係喺打卡嘅同時咧，都會玩下爆旋陀螺㗎。咁我嗰陣已經係發現，呢個熱潮好似又即係開始翻嚟咁樣咯。自己細個都有玩過啦，呢個爆旋陀螺啦。好多人即係都對呢個爆旋陀螺有一個做過啲觀察，我見 YouTube 咧都唔少嘅片咧係關於呢個爆旋陀螺㗎，甚至有啲人就講點解即係有啲爆旋陀螺啲即係所謂嘅學者出嚟講啦 ，OK 就因為即係呢個網上嘅世代咧，即係大家太缺乏即係啲即係線下活動諸如此類就喺度講呢啲嘢咁樣，尋求一種即係面對面嘅即係。點講咧？一種慰藉咁樣 ，OK， 即係喺呢啲方向去思考呢個爆旋陀螺嘅熱潮之外咧，即係我突然間就醒起，即係佢作為一種競技類嘅遊戲啦 ，OK， 其實我覺得係有一種教育意義喺度㗎 ，OK， 即係點解咁講咧？就係即係前排就係睇呢個小薯茄啊，咁就係。即係而家好中意啲 YouTuber 咧，就拍嗰啲咩片咧，就係即係要落街咧就打喊啲細路 ，OK 就打贏佢哋，令到佢哋喊咁樣。我唔知點解好多片都係即係標榜住要打贏佢哋但係通常都係輸嘅 ，OK。咁佢哋即係同啲細路玩嘅時候咧，就發現好多父母都會帶佢哋出嚟玩啦 ，OK， 即係主動帶佢哋出嚟玩咯。有個父母就話，即係其實就係希望佢可以有多啲，即係唔好成日留喺屋企打機，OK， 咁就可以多啲。出去即係同人交流嘅機會啊，我覺得都係合理嘅 ，OK， 即係一個面對面嘅遊戲嘅機會咧，對於現今嘅小朋友嚟講咧，的確係好似越嚟越少啊。我都教唔少嘅學生啦，即係小學生又有，中學生又有咁樣。大部分小學生咧，即係我聽翻佢哋喺屋企做咩，OK， 一係咧就有啲就係成日溫書嘅 ，OK， 成日做下啲練習咁樣嘅。有啲咧就係即係勁多嗰啲興趣班嘅，有咩游水打波打咩田徑諸如此類即係填滿晒個時間表嘅。有一類嘅學生咧就係打機咯，就係每日都打機。OK， 佢翻屋企就做完功課就開始打噶啦。OK， 由朝打到晚咁樣嘅，好誇張。咁我問佢有冇練嘢咁樣，佢冇啊。咁問佢有咩做咧，佢就係打機咯。OK， 可能星期六日就係連續打唔知5-6個鐘10個鐘即係只要佢有機會拎起部機咧，都會喺度狂打。OK， 咁呢個的而且確咧係會影響咗一個小朋友有一個點講咧，係面對面同其他人交流嘅機會。始終 online 嘅交流咧，其中一個我覺得最大嘅特點咧，就係你冇辦法去即係知道一啲點講咧，我哋可能係口頭上嘅語言以外嘅一啲交流可能係你要睇眉頭眼額你要同人打招呼OK， 諸如此類都係一啲口頭嘅交流以外嘅一啲即係溝通嚟嘅。然後第二樣咧就係佢咧係好點講佢係可以隨時中斷嘅。咩意思咧？就係只要你對一個人唔順眼或者點樣都好咧，你係即係唔需要掩飾，然後你係立即可以離開嘅。即係佢嗰個即係比起面對面嘅，即係立即離開嗰個成本係低好多嘅。即係你可能一熄咗部機咁樣，熄咗個 app， 咁你就唔需要再即係可以直接咁斬斷個交流。咁呢啲我認為都係一個比較差啦 ，OK 嘅一種
即係溝通嘅手法嚟嘅。同時連帶到咧就係爆旋陀螺作為一種競技咧，我覺得係佢有一種所謂嘅教育嘅意義喺度嘅。即係點解咧？咁我就主要咧從即係因為作為一個即係教咗書可能係10幾年嘅人咁樣啦。咁好多時候咧，我點樣去切入去思考一樣嘢，都係會即係諗呢樣嘢對一個人嘅成長係有啲咩好處。OK， 即係可能有啲人就覺得爆旋陀螺就係玩啦，OK， 單純嘅一種樂趣咁樣啦。咁我唔否認佢係一種興趣，一種玩意嚟嘅。咁但係即係我睇到更加多嘅咧，係佢點樣可以幫助我哋去培養一個人啊。OK， 即係講到哇好誇張咁樣，其實唔係嘅，好多嘢都係特別係呢種競技啦。OK， 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去培養一個人嘅可能係耐性啊，一種係即係如何去面對呢個勝負嘅一種心態嘅。咁我記得我好細個嗰陣咧，咁有一次打機啦，係玩一啲槍 game 咁樣嘅，嗰陣係仲玩緊 PS 啊，即係嗰啲街機移植上去嗰啲 game 咁樣啦。咁我係狂輸，我可能第一關就係咁輸咁樣啦。咁即係想當然爾，我嗰陣好似係得5、6歲咁樣，即係要玩一啲俾大人玩嘅槍 game 咧，係的確係會輸嘅，係會不停咁樣輸啦。即係可能係幾下咁就即係完全係打唔低啲敵人，就俾人射低咁樣。嗰陣我覺得係好唔開心，然後即係玩到會喊咁樣。咁我覺得嗰陣我阿媽咧就講咗一句我到而家都好有印象嘅說話嘅，就係話即係喂，打機都係求開心啫 ，OK， 點解要搞到自己咁唔開心啊？咁樣。我當年係剔咗呢一個即係呢個 advice 嘅，就覺得係咯，即係打機就應該係要開心啦。咁唔開心咁咪唔好玩咯咁樣。但係我而家諗翻起咧，我覺得有更加多嘅嘢我哋可以喺打機身上學到嘅，或者喺一啲遊戲嘅身上學到。其實就係即係如果佢係單純嘅樂趣咧，我哋的而且確咧係應該係即係唔好玩，或者係成日輸，令到自己憤怒唔開心嘅就唔好玩啦，就停啦咁樣。但係都無阻我哋咧係即係呢個現代嘅遊戲咧係越嚟越多好多好困難嘅遊戲出現嘅。OK， 即係例如即係啲 gamer 會最清楚，就可能有啲魂系，所謂魂系嘅遊戲就係你可能係要付出好大量 OK 好多嘅心機，好多嘅精力咧去研究 OK， 反覆去嘗試去然後去打低一隻王噶。OK， 可能好多嘅位你要記啦，好多裝你要配啦，好多前置嘅功夫，可能好多藥水你要去準備啦，係講緊花上即係幾個鐘，甚至成個禮拜每日幾個鐘，就係為咗打低一隻王。你就係每日去鑽研啦，去思考，去即係嘗試去揾出嘅破綻咧，然後逐一擊破嘅。咁我覺得即係遊戲其中一個作為一種競技啦 ，OK， 或者係作為一種即係呢啲遊戲。佢帶俾到一個人嘅成長嘅位，其實就係應該係可以係呢啲嘅。OK， 佢係可以培養到我哋即係點樣去面對一種勝負啦。OK， 點樣去反思或者係點樣去分析對手嘅一啲弱點咁樣。咁呢種先係即係如果係你係作為一個家長又好啊，作為一個朋友又好啊。OK， 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都好啦。即係我思考一個遊戲嘅時候咧 ，OK， 我唔會認為遊戲係單純嘅一種即係興趣、樂趣、消遣 ，OK， 更多時候咧，我係可以將佢睇成為一種磨練嘅 ，OK， 即係你可能覺得哇，你咁多時間搞呢啲嘢，咁不如你去可能搵下錢啊 ，OK， 學下其他語言啊，學下其他搵到錢嘅技能啊，諸如此類嘅嘢仲好啦，咁我當然唔否認你呢種即係可能比較積極啦 ，OK， 比較所謂上進嘅心態嘅 ，OK， 咁但係同時我哋都唔好忘記咧，其實我哋從任何嘅小事當中咧 ，OK， 我都覺得係可以反映到我哋個態度啊，即係點樣去面對生活中嘅每一樣，可能係勝負啊 ，OK， 輸贏又好啊，其實即係任何嘅嘢都係可以係一種修行啊 ，OK， 咁所以我唔會單純係將爆旋陀螺呢個遊戲一個玩意睇成係一種點講咧，即係而家嘅潮流啦。OK， 我希望就可能即係我哋面對啲小朋友嘅時候 ，OK， 可能佢好唔忿氣，可能係咁輸，真係喺度喊，咁我哋就可能要教識佢其實勝負永遠咧都係有嘅，唔係贏就輸嘅。咁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點樣去即係將呢種勝負去轉化為即係自己個成長嘅經驗咧。OK， 我哋點樣去幫佢
可能分析啊 ，OK， 點樣去嘗試去了解啊，點解佢係咁輸啊？係咪有啲咩問題咧？OK， 係咪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咧？係咪真係純粹嘅運氣問題咧？咁啊，呢啲即係特別係我自己係教過唔同嘅學生就好啊。咁我發現咧，有啲學生如果係玩開啲競技類啊，或者係玩開啲運動嘅話咧，佢係對呢方面嘅即係感受咧係比較深嘅。OK， 因為佢長期就係一種競爭嘅狀態底下啦。OK， 咁然後當面對競爭嘅時候，好多人又中意講一句就係，唉，輸贏唔緊要啦咁樣。OK， 即係志在個過程噶嘛。咁啊，我唔否認咧，我哋係需要志在喺個過程入邊嘅。咁但係更加同時更加重要咧，我唔會話輸贏係唔緊要。OK， 相反咧就係輸贏其實係緊要。OK， 佢點解緊要就係因為我哋重視佢啦。OK， 即係我哋知道贏咗咧係代表咗某種程度嘅能力嘅。我哋知道我哋好想得到或者係擁有呢種能力，所以我哋先會對嗰種輸贏係咁有即係追求啊。OK， 即係冇人會希望自己狂輸嘅，我相信。咁就係，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就係會輸咯。OK， 咁就係輸，咁你冇得搞嘅，你係咁輸，咁點算咧？OK， 咁呢個時候，如果我覺得比較差嘅做法就係同佢講頭先嗰句 ，OK， 輸贏唔緊要啦。咁啊，當我哋去咁樣去理解一個競技 ，OK， 或者係一個比賽嘅時候，咁其實佢就會覺得，咁我唔需要追求任何嘢啦，我去練習，我去即係付出，呢啲都係冇所謂嘅，因為輸贏唔緊要啊嘛。你同佢講，我輸贏係 OK，no one cares，OK， 唔緊要嘅，最緊要係過程㗎嘛。咁但係其實調翻轉就係嗰種輸贏咧，係賦予咗呢種過程一種意義啦。OK， 就係因為知道我哋贏唔到，我哋唔甘心。OK， 咁所以調翻轉我會話，即係輸贏係緊要嘅，但係我哋要理解到輸同贏兩方面咧都可以帶俾到呢一啲嘢嘅。贏固然就係佢表示到你嘅一種能力上嘅表現啦。OK， 你有呢種能力，你可以獲得種勝利。咁但係輸就係調翻轉，我哋要思考喺當中學到啲乜嘢啦。OK， 我哋點樣去面對呢種失敗？我哋點樣去即係透過呢個失敗成為一種經驗，然後令到下次我哋自己可以贏更加多。咁啊，所以即係我覺得爆旋陀螺作為一種競技咧，即係可以幫到我哋去 train 一個學生咧去思考呢啲嘢嘅。OK， 咁啊，然後點解我會講呢啲嘢咧？就係因為即係我覺得我去以前玩卡嘅時候咧，都會經常去留意到咧，就係除咗勝負之外咧 ，OK， 人同人之間嗰種交流啊，嗰種成長咧都係好有趣嘅。OK， 因為之前我有睇過一條片咁樣啦，就係講一個即係代表香港去參加一個陀螺嘅比賽啊。OK 嘅一個好似類似 documentary 嘅片咁YouTube 上面有嘅。咁佢就係講咧佢身邊嘅人去點樣去一步步同佢交流啦，一步步咧去同佢點講咧，去輔助佢啦。OK， 咁佢有講到咧，即係嗰個冠軍咧，即係香港區嘅冠軍咁樣，其實好似係10幾歲嘅啫，即係一個比較年紀輕嘅，好似中學生咁樣啦。咁佢身邊咧其實係好多人嘅，有啲小朋友啊，可能係小學生咁樣啦，有啲係講緊係大人，可能係20幾30歲，咁都去同佢一種交流，一種切磋喺入邊。咁佢講到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我細個一定唔明啊。OK， 就係話我喺呢個交流當中咧，就學到點樣去同其他人相處啊。OK， 點樣去接受一啲意見啊咁樣。咁我以前就一定覺得你玩陀螺咪玩陀螺咯，即係咁你玩咗贏就贏，輸就輸，然後贏咗咪走，輸咗其實都係走嘅啫。OK， 咁咪繼續玩咁樣咯。咁但係其實就係唔係單純係咁樣噶。好多時候我哋即係可能贏。作為一個贏家，我哋就會即係可能係一啲比較串嘅人 ，OK， 就可能睇唔起個對手啊 ，OK， 輸咗咧就唔忿氣咁樣啦 ，OK， 就覺得喂，你憑咩贏我啊 ，OK， 咁你好彩咁樣，咁係聽唔落任何意見嘅 ，OK， 咁但係其實就係喺呢啲同人與人之間嘅互動去交流啦 ，OK， 即係勝負以外咧，我哋就會即係有好多呢啲交流嘅機會，我哋點樣去切磋，我哋點樣去思考啊？點樣先可以贏到咧 ？OK， 點樣去分析咧？點樣去嘗試去聆聽別人嘅意見啊 ？OK， 咁呢啲都係即係佢作為一個中學生咧，佢可能比較少可以獲得嘅一種機會嚟噶。特別係同唔同自己年紀嘅人啊，可能係比自己老10幾年嘅 ，OK， 又或者係比自己細嘅
OK， 其實同唔同嘅人嘅嗰種交流同溝通咧，係要喺呢啲位先學到嘅。即係你平時喺學校你對住嘅一係老師，老師佢就永遠係一種權威喺度噶嘛。即係佢唔係同你對等呢個身份。咁有一就同同輩啦 ，OK， 都係同一啲同年紀嘅人去交流噶嘛。咁就比較缺乏呢啲，即係我稱為係一種有趣嘅交流嘅經驗啊。OK， 即係呢啲都係，即係我覺得係喺呢個世代比較，因為大家都係上網 OK 去交流嘅，就比較少呢啲同跨年代嘅人嘅一種交流嘅機會啊。特別係可能對啲年長嘅，你點樣去接受人哋嘅批評咧 ？OK， 接受人哋嘅指導，同時間你又要係謙卑，保持一種謙卑啦。OK， 又唔會太自大啦。OK， 咁呢啲全部都係要慢慢係透過呢啲經歷去學翻嚟。咁我覺得所以即係呢啲即係競技類啦。OK， 除咗佢講勝負有趣個位，即係你不停去玩，獲得一種勝利嘅快感之外咧。OK， 同時間就係喺呢啲勝負以外啊。OK， 即係你喺同一個場可能有幾廿個人嘅。OK， 你點樣同人建立一種友誼啊？點樣去嘗試去聆聽其他人嘅批評啊 ？OK， 讚賞又好啊 ，OK， 甚至你調翻轉，你係可以即係對住其他人係提出一個有用嘅意見啊，點樣整合自己意見啊，甚至可能係對住一啲你比較細嘅，可能中學生 ，OK， 點樣去 handle 一個小學生咧 ？OK， 可能佢係咁發脾氣喎 ，OK， 咁呢啲都係一個我覺得係好有趣嘅交流嘅體驗嚟㗎 ，OK， 咁我覺得即係爆旋陀螺喺呢個熱潮底下咧，即係除咗我哋講啲咩啲炒價啊 ，OK， 即係講啲人點樣去，可能係又話啲人就喺度古老當時髦啊 ，OK， 即係又玩翻啲舊玩意之外啊 ，OK， 我就係會睇到呢啲位啦 ，OK， 咁我都覺得即係如果你個細路冇乜嘢做咧，我都推介你可能陪佢玩下陀螺噶 ，OK， 就係因為我係。即係每次見到啲競技嘅類嘅遊戲啦 ，OK， 都會睇出咧佢其實係可以 as 一種教育嘅工具啊 ，OK， 去幫助我哋咧去培養一個所謂嘅一種心態啦，甚至係一個社交嘅能力嘅 ，OK， 呢啲都係對於一個人嘅成長係十分重要啊 ，OK， 或者你睇到自己就係點解你輸唔起嘅咧 ，OK， 咁或者係你係冇辦法去接受其他人意見啊 ，OK， 咁你可能要透過呢個遊戲咧，去即係識下啲人啊 ，OK， 嘗試咧去培養下自己呢方面嘅技能咁樣啦。咁所以呢個今次個好短嘅分享啊，就係我去即係反思呢個爆旋陀螺啦。其實唔單止爆旋陀螺嘅，其他甚至係啲 TCG 啦，即係大家即係近年都見到好 hit 嘅一啲遊戲啦，可能係 Pokemon Card 咁樣。其實佢都係一種競技類嘅遊戲，都係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人嘅。OK。咁我諗翻起自己細個啦，都會即係去玩卡嘅時候，都會接觸到一啲唔同種類、唔同年紀嘅人啦。OK， 都會喺佢哋身上咧學到一啲嘢嘅。OK， 或者係學到一種特別係溝通啦、交流啦。OK， 特別係同陌生人啊 OK 嘅交流嘅一種技巧同態度啊。咁我覺得呢啲都係有趣嘅。OK， 亦都係去思考呢啲遊戲啦 ，OK， 即係我從來都唔認為一個遊戲單純係一種遊戲啊，佢更加咧係即係一種修行可以睇成。咁希望大家喺玩陀螺啦，或者係思考你玩唔玩，或者俾唔俾你嘅仔女玩陀螺嘅時候咧 ，OK， 都可以有更加多層嘅思考，甚至係即係點樣去幫佢去建立呢種即係我所謂嘅一種成長嘅心態啦。OK， 點樣去即係裝備自己啊？點樣去分析啊 ？OK， 呢啲都係好寶貴嘅能力啊 ，OK， 好，咁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係咁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呢個節目咧，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同 share 啊。咁下一集希望咧 Iden 身體咧會好翻啊。OK，咁我哋下一集再見。